行政院消保处最近调查这市面上的税厝契约，发现超过30%业者拢是伫咧用旧型的契约，这内容是对厝卡较不利的。消保会也要来提醒讲，这个民众呢，就要特别注意，也希望讲这中人呢，就要另外来注心，才别来违法。满岛顶的税厝契约，新版本的契约方面会写主体租赁契约，搁有来进步的公告字号分字。以前的版本是写房屋租赁契约，嘛无公告字号。行政院消保处提醒，新旧契约的条文差真济。消保处甲内政部地政司各地地政局各种调查专带120间店头，发现有30多个咧卖旧版的契约。真正的契约条款内容，还是要逐点比对我们的应记载事项是不是跟契约条款内容是一致的。消费者自备契约去跟房东签约，这样对权益会比较有保障。如果他今天还是用旧版的，基本上他旧版的规定里面违反我们现行的规定，基本上是无效的。好，那如果这个房东他还是依据旧版的契约书在要求的时候，我们房客呢可以向地方政府提出检举。消保处表示，旧版契约伫押金、税金责任、违反契约责任等方面，有对厝卡较不利的条文。目前呼吁业者主动回收甲落价，落尾要求地方政府加强调查店头甲印刷业者，若是经过几摆查核拢无改善，上悬会使罚甲150万。宣导完之后，那请你改正，你不改正，那依照消保法规定，就是可以做处罚的一个情况。这个礼拜我们就会开会，然后呢，希望到下个就是5月底之前，我们希望他们都能够处理完毕。真侪学生到外地税厝读册，消保处表示会甲教育部合作，由教育部要求各大专院校对学生宣传新版契约的重要性，保障学生税厝的权益。记者郭本长随台北报道。